那讲到宜兰的永金二号桥，到今是已经用3、4年啊，是宜兰往回宜山的主要道路。不过，这个桥真矮，更近个人看现，地方是一直争取要重启。水利署嘛派人去评估，认为无需要重启，嘛无法度补助，这是个引起地方的反弹。卡车过桥爱减速，因为宜兰这个永金2号桥桥边的宽度敢若4.6公尺，真矮，袂少车因为安尼会弄到桥边。他是被撞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小客嘛会啊，闪袂有当时啊闪的嘛会啊。后来弄到了后，桥的名煞起一格。永金2号桥是宜兰市公所维管，公所找土木技术检测，发现有铁机啊现出生鲜的情形。虽然无需要列入危险桥，但过行的未止力哩。国家这个桥是宜兰市甲宜山乡头份永路庄仔头重要的通路，交通量真大，所以向中央争取补助5万改建。改建啦吼，搁做新的一条桥出来。会当更较便利，会当更较便民，因为你小闪车都无迄个困难啊。虽然是没有急迫性啦，但是需求性，我是觉得说地方的民意心声，我是觉得说希望长官能列入考虑啦。水利署第1河川分署评估认为，永金2号桥的管道宽度有够，未影响水流。就河川治理的角度，无需要改建，也无符合补助办法的规定。2号桥这一座的话，在它的高度、宽度部分其实是都够的，在我们的治理计划、公告治理计划上面，它是就我们的角度是不需要改建的。所以其实现在这种设计早期的设计的这种桥梁已经不在了。水利署的讲法引起地方的不满，主张永金2号桥是旧设计，桥墩真济，哪有可能无影响水流？希望水利署重新评估。水利署表示，当初的评估是2016年，确实有一段时间桥墩伤济，是毋是有影响水流，会进一步探讨。若是符合改建条件，再来依法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